業啦，咁我就都有參與呢個 Flow 嘅呢個編舞嘅計劃啦。咁嚟呢度係 Breaking Convention 安排嘅一啲街舞啲嘅編舞嘅訓練。因為可能香港或者以往上嘅街舞嘅 workshop 都可能比較關於技巧上啊，或者 battle 啊、freestyle 啊嘅嘢比較多。咁呢邊咧好有條理地講到一啲方法啊，一啲好科學嘅方式咁樣啦，或者 break down 啲音樂上嘅嘢，去幫助你更容易好 detail 去將一啲好細微嘅變化加喺一啲編舞入面啦。咁我覺得呢個係令我以往可能我工作上都儲咗一啲經驗，咁但係有時有一啲經驗其實我可能係好直覺去發生，知道有效果嘅。咁可能我淨係會知呢一個直覺上有效嘅嘢。譬如 base on 你呢個覺得有效嘅，佢都仲有啲方法令你再喺呢個有效嘅度，你可唔可以再揾多啲其他嘅嘢去 develop 啊？好整體上又譬如編舞嗰度，佢都有幾個唔同嘅範疇啦，譬如一啲 lead game 上面嘅一啲帶領 dancer 嘅嘢啦，一啲關於可能抽象啲劇場啲編舞要考慮嘅嘢啦，亦都有講緊到如果排一啲比較好似商業演出啲嗰種模式嘅一啲編排，又有啲咩方式可以令你做得更好啦？咁就唔係話淨係集中某一個 area， 即係佢俾我再重新記起翻，其實編舞係好立體嘅件事。你要關於處理人嘅嘢，你要處理一啲主題嘅嘢，一啲故事上嘅嘢，一啲畫面嘅嘢，亦都一啲關於效果嘅嘢都好重要。另外就係我覺得今次同行嘅人係即係好大嘅緣分咯。我嘅感覺可能我年紀呢度算係大少少咁樣啦。咁我睇到大家好多有啲人可能跳咗4-5年，有啲都跳咗10年，咁我都接近20年啦。我自己我喺香港見到街舞發展到呢一刻，經歷咗好多嘢啦。咁可能有段時期大家好冇方向，慢慢越嚟越可能文化上 battle 文化上，我覺得越嚟越成熟，而再慢慢衍生有一啲人再有多啲嘅追求，想諗自己嘅創作啊，想講一啲説話。比起以前睇街舞就係贏啦 battle 啦，贏個獎啦，然後你教班啦，你教好啲，你教好多學生，然後就好有名氣咁樣。嗰件事嗰個想法已經再深入咗好多。咁我有時嚟學一件事，你同行嘅人同你都有同樣追求係好重要咯。咁我覺得大家相處又好好啦。我哋甚至乎傾到好多，即係可以講到好啲好細微。可能你點教班㗎？你會點諗一件事啊？你點聽一首歌啊？即係好多呢啲嘢，其實有得去傾係好好。仲有好多嘢，我哋都可以再攬埋啲去討論，多啲打開去溝通，咁就會我相信會令我個人創作上再遠啲闊啲。